说：“神啊，我在这里，我需要你带领我走这个天路。虽然有时候我会软弱，但是主，我相信你一直牵着我的手往前行。求主帮助我，让我天天都能够牵着你的手往高处行。”来，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是的，主，我说谢谢你，耶稣，是你天天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成长，不管是赞美，不管是祷告，不管是读经，主啊，让我们能够天天牵着你的手往高处行。主啊，谢谢你，因为是你爱我们，你恩待我们，你祝福我们，使我们愿意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呼求。主啊，向你呼喊。主啊，求你牵着我的手，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哪一个地方，主啊，牵着我的手，向着十字架往前行。主啊，你祝福我们，谢谢你，耶稣，我们赞美你。主啊，今天早晨我们说出啊，愿你活水的江河能够涌流出来，从我们的腹中涌流出来，不断的，主啊，从我们的口中，主啊，你的活水江河要涌流出来。主啊，让我们能够天天的来歌颂、赞美我们的神。谢谢你，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主。继续，我们用这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生命活水充满我们。你用祷告的心来唱这首诗歌。因为这是你的祷告，是你在神面前最真诚的一个祷告，让神来医治你，让神来充满你，让神来洁净你，让神的活水江注入在你的腹中。
天天把我们隐藏在你的翅膀的荫下，被你保护，让我们不受伤害。即使遇到难处，神你也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我们再一次跟神说：充满我，充满我，洁净我。我们再唱一次。
非洲的国家辛巴威做一个代表的国家。辛巴威是世界风岛日委员会的妇女们邀请你们参加这个庆典。那我们上面穿的衣服都是辛巴威的妇女辛巴威国家的衣服那在辛巴威各地许多的基督教教堂、大学机构还有学校都在共同庆祝这个世界风岛日。来自辛巴威的土地的人民欢迎你。辛巴威的意思是石屋石头的屋房子。我们以休纳人的语言问候你们。我们一起来念嘎萨瓦里。好，以恩德贝拉的语言问候大家。萨利布奈。好，我们跟你旁边的说我们用阿美语跟你旁边的说来吼。那个什么闽南人说立后。在英文里面就是 hello 好，那我们在这里彼此的问候。好，我们一起站立唱这首歌，我在这。造物主上帝，我们赞美你，为了我们受呼召要看护的自然资源，辛巴威的草木、矿产、动物、瀑布和森林，我们赞美你，一起说：你是慈爱的上帝。耶稣，我们赞美你，为着你赐下彼此的尊重，
可惜人生的尊严、彼此的爱以及辛巴威人民的勤奋和友善，我们一起说：你是生命的粮食。圣灵，我们赞美你，为着你使我们聚集在辛巴威，也聚集在世界各地，一起同心敬拜。我们一起说：你是真理的灵，让我们在祈祷和行动中合而为一。慈爱的上帝，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来到你的面前，知道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犯了罪，因着我们任意的言谈和行动，得罪了你和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顺服于你，并且做了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一起说：我们承认我们的过失，拼命恳求你赐给我们改变的勇气。借着你的宽恕，在你的恩典中听我们的祈祷。我们看见妇女和儿童在贫困、饥饿和暴力中受苦，我们一起说：赐予我们从你来的怜悯，来帮助那些受苦的人。我们的生活缺乏诚信，我们没有去爱，甚至刻意梳理那些种族、语言或政治观点与我们不同的人。我们一起说：赦免我们，并医治我们的心灵和思想。耶稣问你：你想痊愈吗？我们一起说：我们用许多的借口来避免改变，怜悯我们，让我们持续寻求医治和宽恕，在你的恩典中听我们的祈求。让我们现在有一个时刻进行个人安静认罪的祈祷。诗篇106篇1至3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有福。Amen。接下来我要介绍这个我们今天世界公祷日的代祷的国家辛巴威。辛巴威这一张，第一张，这是辛巴威的这个瀑布哈。今年的世界公祷日，我们就是要为辛巴威代祷。那希望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在祷告里面纪念这个国家。那第二章，这个是辛巴威位于非洲国家内陆，它是一个内陆的国家，在北部的上比西河、南部的林波波河之间，面积是39万平方公里，就是台湾的10倍大哈，就是有台湾10倍大哈。台湾到辛巴威要飞22个小时。第三章，这个是他们的辛巴威的国家的国旗。它是从1980年从英国独立出来过的。那绿色代表植被，黄色代表矿场，然后黑色代表大多数的黑人人口。那红色代表独立战争留下的鲜血，白色是代表和平。右上方是辛巴威的国花，是火焰百合。下一张是，这是辛巴威的高原，它的气候属于草原气候，这是世界7大奇景哦。这是，下一张是，这个是他们最大的一个瀑布哈，在辛巴威的北边叫维多利亚瀑布。那他们的面积几乎都是草原，我们都在电视上都看到辛巴威的卡通哦，那个狮子王哦，就是他们的草原。然后下一张，然后这是他们的辛巴威的纪念遗址。然后下一张，
辛巴威的历史从第3世纪开始，繁盛时期为大辛巴威帝国，所以留下许多的石屋，就是石头的屋、房屋然后辛巴威的意思就是石屋，那就是来自这里。然后左边是超过2000年的岩画，就是岩石的画画，在石头上面画画。右边是大辛巴威的纪念遗址。下一张，这个是19世纪进入英国殖民，对抗殖民统治变化大规模的民族主义，许多的黑人的政党联盟成立，然后和白人殖民政权。罗德西亚政府进行抗争，然后左边的图是一位英国的殖民者叫做塞西尔德兹。右边这是辛巴威非洲人民的联盟爱国阵线的总部。下一张，这个是他们这是他们。1979年的时候，就是签署那个白人签署禁止抗争的协议，他们在街上示威。然后1980年第一次民主选举，由黑人罗伯特穆加比当选总统，然后总共在位37年，直到2017年发生了军事政变下台。那由辛巴威就是非洲民主联盟。爱国阵线的艾默生穆南加瓦以50.8%当选了他们现在的总统。国家目前还是一样是动荡不安还是有战争所以就是还是会有一些遭受暴力的镇压。下一组。那辛巴威的人口是1200万人。比台湾还要少可是他们地比我们还要大然后所以他们现在目前的人口是1200万人，但是98%都是黑人，然后其中少纳人占了80%，其中还有剩下的就是恩德贝莱人就是14%。官方的语言有16种，英语主要是他们的英文是主要的语言是休纳语跟恩德贝莱语。这是辛巴威的首都哈拉雷。好，下一张。错误政策的政治动荡不安，导致他们的恶性通货膨胀，所以他们的钱1美元要换35千兆。目前已经停止使用了，所以他们的贫富差距很大，他们的钱，下一张，他们有一个辛巴威的纸钞面额是100兆有看到吗？上面那个，这是100兆然后下一张，教育是基本人权，识字率是90%，教育不是免费的农村地区，因为距离的关系，然后没有办法负担，所以学费就学率很低。这是他们的学校然后现在那他们医疗资源很不足有艾滋病，艾滋病就占了14%，然后接下来是伤寒、霍乱，然后造成许多的人丧失了生命。大部分的妇女和儿童，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这是联合国人员在检查辛巴威儿童的健康状况。下一张，女性在社会跟经济制度的法律上是处于劣势的所以都会有那个歧视的状况，都会看到。然后这是他们在家里面跟丈夫都在外面工作，妇女都在家里照顾小孩。好，下一张。他们的儿童的情况也非常困难所以父母都死于艾滋病，所以他们的家里面1/4的儿童都是护长，意思就是说没有10岁、16岁未满
未满成年的可能他是家里唯一的家人，他就是那个部长这样子，所以他们的孩子就是都是会因为爸爸妈妈不在，然后就是家里就是他一个人这样，然后所以他的孩子就很容易饥饿，然后瘦得很像皮包骨，就是我们在电视上常常看到的左边这个是世界公导日关怀的身心障碍儿童家庭，下一张，好，这是传教士他们随着殖民者然后抵达辛巴威，那目前占80%的信徒都是基督教，然后包含天主教、卫理公会跟圣公会。好，下一张，这个是圣公会的教堂，下一张，下面那个是圣公会的教堂，右边是辛巴威世界公导日各教派代表的拼布，下一张。这个是1962年来自卫理公会与救世军教会的2位女牧师成立了第一次跨教派的祷告委员会。他们开始透过巡回的方式，以住家作为推广世界公导日的场所。那这是辛巴威世界公导日国家委员会的成员。好，下一张。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参加，终于有一个定期聚会的场所。在里巴塔尼德斯瓦，直到今日，他们还是透过祷告并提供帮助给所需要的人。好，下一张。然后每年都会举办辛巴威世界公导日年度会议，这是他们的妇女好，下一张。然后这是他们在辛巴威世界公导日举行的写作工作坊的情形。最后一张，这是世界公导日的主题画，在我们这边这是他们主题，这是他们自己创作的那创作者是农莱拉马特，会描绘人们的社会中的生活，就是他们辛巴威的生活。然后呢，背景呢由右到左代表辛巴威这个国家从黑暗艰困的过去进入繁荣和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我们一起站立唱。你是配得。神在，神在，全能神。
绍我们辛巴威的妇女，她们来自辛巴威的妇女来介绍她们自己。哎好，我穿的白色的衣服，你们过来了哦。我的名字叫白夏夏，白夏夏。妈妈个阿弟弟。大家好，我是代表辛巴威的，我的名字叫白怡珊。我们是来自辛巴威的武生。有辛巴威的信哦！啊，有的是信，是我老公写信给我。你的信，我们有信哦。对呀，邮差好辛苦嘞，哇，都跑到这里来帮我们送信。哇，汤弟弟，小姐。啊，谢谢。对，夏夏小姐，我们也有哦，谢谢。黄医生小姐，万事平安啊！哦，谢谢。写什么？写什么？是写给我的吗？他要关心我们。朋友们，在公益的道路上，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反思，并向全世界展示我们的故事。我们的人民多元，历史悠久，从大辛巴威帝国至今，有许多故事可以传讲。我们对抗殖民统治政权，争取独立，组织国家政府，由大多数人民组成的领袖群族领导。但是我们在过去的全国竞选中遇到了政治的暴力，这使得各方进入真相与和解进程所需要的时间，比大多数人所希望的还要更长。武装冲突造成的创伤，仍在我们辛巴威的社会当中。换我来念我的信，牧师寄给我的哈。自从2017年以来，辛巴威一直在经历政府的变动，人民、普世组织和教会正在积极的提升对和平转移政权的意识。在2018年全国大选中，有大量的年轻人和手足，尽管在局势紧张仍然存在，我们在和平完成了投票。我们继续祈祷并教育自己，要成为和平的推动者，并在我们的土地上寻求和解。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会中有许多事业的人要供应家庭的需要，常常也是困难的。在许多被法的偏乡里，家庭的主要支柱都是来自妇女。我们的丈夫往往都迁徙到城镇、矿区里面就业，而年轻的女性和男性则到邻近的国家和世界各地工作。各地的辛巴威侨民也因为全球反移民的情绪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的艰难。我们听见有许多关于我们国家负面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这样的情况，可以以身为辛巴威人而自豪。即使个人的努力和家庭暴力影响着我们的家庭，我们重视关系紧密的家庭和社会整体的营造。大众对性别平等的认识和游说已经有了显著的增加，政府也定制了法律，保护妇女免受性别的暴力。妇女在照顾有特殊需要和身障的儿童时，往往很少能够得到丈夫或是亲属的支持。自闭症儿童入学的机会非常有限，许多儿童的父母死于艾滋病毒或艾滋病，因此这些儿童就此
成为了家庭的部长。我们当中有许多需要社会援助，我们期待改善社会服务，增加培训、教育和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机会。诗篇37篇30节这样说：一人的口发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阿妹，希望大家都为我们新巴威来祷告。好啦，谢谢新巴威妇女的代表感谢他们。希望我们在祷告中继续为新巴威这个国家在你的祷告中纪念。好，我们接下来翻开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5章2到9节，然后还有一个是第14节。我尝试看看用那个母语不要这么多阿塞啊然后就是念一遍那个母语的反正的。好，第5章lima Jepang Dusa Dusi Tanasa Siwa Dusi Ilahi Yerusalem Ku Pizda Hanana No Diplai Sual Fanau I Nanta No Siri Hananai Matlawang Kunini Ilahi Taliok Nuya Fanau Ku Lima Papan Ila Mafete Ku Alumanai Akatai Ku Mapawai Ku Kapeiwai Atu Mapiai Tangkau Ila Ku Zai Akatai Tangkau Tulur Ilaku Falu No Mehjaan Kunika Atata Nina Maalau Niyesku Nika Fude Nina Idila Mafana Jiyestu Nika Halafin Tu No Atata Nina Saka Mangalai Kisua Maatahau Hani Nina Milizai Patsar Ufsan Kuya Atatai Singsiao Anu Matuatukku Nanum I Awaiku Mami Pakfung I Takwanan I Fanau Yu Dai Lai Kuku Kaku I Maki Ayau Tu No Tau Kaku Ami Kefung Kan Lima Pasua Sajiyas I Jingmaan Pasua Sajiyas Jingmaan Kamua Alaanku Kafutian Isu Memakat Hanima Idia I Tamsul San Maarah Kuya Tamklau Ala Handu Lima Ku Kafutian Lima Memakat。好，第14节。Nanuya maalau ni yes jinga I pagdalay itaungan maafah to kisu akatu piliyaw jilalau anu mariyaw kisu jilalau I ilaku I kakaay nunini ilut kisu汉语 yes。好，我用中文念一遍在第5章2到9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地方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毕士大，池边有5个走廊。靠近羊门地方有一个池子，池边有5个走廊。走廊上躺着成群的病人，其中有失明的、跛脚的、瘫痪的。他们在等候池水泉动，因为他们相信每隔一些时候，主的天使会下来搅动池水。水动之后，最先下池的病人
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已患病多年，知道就问他：“你要得医治吗？”那病人回答：“先生，水痛的时候没有人帮我，把我放进池子，等我正想下去，已经有人抢先下去。”耶稣就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好了，拿起他的褥子走了。那天刚好是安息日第14节。事后，耶稣在圣殿找到他，对他说：“你已经好了，不可再犯罪，免得遭来更大的祸患。”我们妇女用戏剧来演这一段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边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毕斯大，就是这边这个毕斯大池。然后池边有5个走廊，走廊上躺着成群的病人，有失明的、跛脚的、瘫痪的。在那里有一个已经病了38年的病人，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已患病多年，就问他说：“你想得医治吗？”那病人回答：“其实我们看到那路，我爱你，咱们爱那我看到就有人先下去了。”耶稣对他说：“起来吧，拿着你的炉子走。”那人立刻好了起来，哈利路亚，我得医治了。拿起他的褥子走了。赞美主，哈利路亚，耶稣在犹大人的街区去了耶路撒冷。约翰福音5章详细描述了故事的实际。阳门旁有一个池子，患有不同的疾病的人去了那里寻求医治。池边的人们相信，得到医治需要进到水中，因此故事中人期待自己进入水池得到医治。好，我们邀请我们的书香长老今天来分享我们这个今天的讯息。我们刚读完的经文，也看见妇女所演的戏剧，求神帮助我们在他的话语里看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让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可以有一些思考。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先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将这个时刻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掌权，孩子在里面。唯有你是配得我们颂赞，愿主你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求主圣灵光照我们。谢谢耶稣，为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从去年底开始，大家在一切没有防备下，也还在怀疑说，这个武汉肺炎是不是会成为世纪的瘟疫？显然到目前为止还在持续着那武汉肺炎成为全球大流行，也成为世纪的瘟疫了。那世界卫生组织 WHO 也视为是世界级的灾难。当然，瘟疫不是现在才有，在圣经我们可以看到，从过去旧约时代就已经记载了。那到截至4月18号为止，我们看见全球已经达到226万多人的确诊，死亡更达15万人。那目前美国现在也已成重灾的国家。那感谢主，我们台湾最近几天有出现零确诊。那我们高兴之余呢，还是不能松懈，因为我们的卫福部的阿中部长也说，1周内零确诊是目标。那让我们在这期间的防疫责任，我们还是要做好做满。
台湾比起其他的国家要好很多。那我们在媒体跟网络上都可以看见影片，人都瘫痪了，那医疗体系也崩溃。那我们也看见城市一个又一个的崩，那国家跟国家之间也锁国哈。那最跟我们贴切的经济恐慌也可能会接踵而来，那冲击全球各种经济活动，那也会受全球经济紧缩的影响。我们国内的景气也不会乐观到哪里哈。那人民因为减少外出消费，那许多的店家也无法经营下去，那恐怕也会引发一波的倒闭潮甚至企业减薪。那我们也看见有些公司采无薪假，还有裁员。那我们看见政府也需要祭出更多的纾困方案来因应，像减税、降息，来帮助各行各业及人民的生计。我们真的不知道究竟疫情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可能今天又有不知道有多少人确诊，那什么时候会研发出疫苗跟解药，我们也不知道。那到底还要多久我们可以不用戴口罩？真的有点呼吸困难，然后也看不到各位的笑容。那社交距离也让我们都不能拥抱，也不能握手，似乎改变生活形态，为我们带来许多的不方便。感觉人跟人之间也变得很有距离，尤其是我们听到咳嗽声的时候，都会被异样的眼光看待。那我们看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那重灾区的国家医疗资源有限，那面临医疗体系崩溃的惨况，那多少确诊的病患，他们焦急等候入院治疗，等不到病房，也等不到救治。那人跟人的互动隔离，人人自身难保。为了生存，互抢生活物资，每个人都活在无奈无助的境况。就好像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的写照，就跟第四大池边的光景一样，像瞎眼的、瘸腿的，刚刚我们也看到血气枯干的病人，他们都等候盼望一样，等待奇迹发生。在当时的第四大池，有天使按时来搅动池水，水动的时候，谁先下去，谁就先得医治。那想必在这样子的情境下，大家是争先恐后，然后大家也是都想要争第一，第四大虽然是典礼之家的意思，但是在这个时候，有谁会想到别人？有谁会怜悯谁？但是讽刺的，却还是有那么多人在那里守候这样子的医治方式。显然，这个第四大池，它表面上好像带给人一丝盼望，结果却是令人完全的失望。在这个世上，有许多的困苦、重担和贫穷病痛的人，到处在寻求怜悯医治，却得不到帮助。然而，耶稣他自己就愿意来到这个世上，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能够他走遍各乡各城，看见人困苦流离，像羊如同羊没有牧人，就怜悯他们。耶稣是带着怜悯的心来到身心灵已经瞎眼、瘸腿、血气枯干的世界。耶稣知道病人在哪里，苦苦等待医治，等待奇迹发生。那耶稣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耶稣来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要将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更乐于医治一切身体的疾病和心灵的创伤。耶稣主动问这个病了38年的人说：“你要痊愈吗？”耶稣喜悦把这个恩典赐给积极回应他的人。同样，耶稣也向我们发出呼召，
你要信主吗？你要得喜乐吗？你要得平安吗？你要痊愈吗？还是你要得医治吗？神给人预备这样子的恩典，需要人主动的去回应，需要人伸手去接受这个恩典，回应的人就有福了。但这病人呢，他很无奈的，这么多年他一直错过水冻的时候，然后也一直错过痊愈的机会。多少人就像在池边等候救治的病人一样，在内心发出呼叫，在内心呐喊着：谁能救我？谁愿意帮助我呢？若我们不幸也发生了悲剧的时候，正处在这样子无奈和无助的时候，我们渴望的是什么？第四大池若没有上帝的怜悯跟圣灵的动工，就没有医治。吃水之所以会动，带来医治的能力，不是人的作为，也不是天使有什么很厉害的招数，那全是上帝的作为。耶稣搅动的不只是第四大池的水，它搅动的是人的生命，搅动了当时死气沉沉的犹太教会。那今天弟兄姐妹，耶稣如果同样的要透过圣灵的大能来搅动我们的生命，搅动我们的教会，要带给我们医治和盼望，你愿意接受他的搅动吗？耶稣来不仅搅动宗教的死水，他更要赐下圣灵的活水。这个活水要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灵，要医治万民，带给人生命的盼望。我们渴望这生命的活水吗？耶稣给这个病了38年的人一个机会。同样的，耶稣不管我们过去生命的光景怎么样，心灵有多么软弱，信心有多么不足，让我们给神给自己一个机会，我们紧紧抓住它，像这个摊子一样，与耶稣相遇，对耶稣的话有所回应，凭着信心和勇气，照他的吩咐，我们试试看，在我们的跌倒之处起来，并拿起我们的褥子。无论褥子对我们来说代表过去所谓的经验，或是自怜的借口，你的失落、无助或无望，或是抱怨，或是安逸，一切的问题，现在就收拾起我们的褥子，然后就是走吧。那我们跟旁边的人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让我们以行动回应耶稣，迈开步伐，开始奔跑。你会发现，当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他的能力就在愿意依靠他，寻求他的人身上发生奇妙的改变，发生奇妙的转变。唯有生命的主才能改变我们，更新我们，能赐给人全新的生命、新的生活、新的人生。唯有他会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开始。那最后呢？我们看到第14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后来耶稣在夜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严害。”我们不免要警醒，看这次的瘟疫在各个国家之间蔓延着，那全球都受到影响。无论所说的世纪瘟疫不是新冠病毒，而是人的罪，甚至瘟疫是出于上帝对犯罪者的惩罚，或是末日即将来临的预兆。但因着上帝对罪人的爱和怜悯，尽管神透过瘟疫是预告，是提醒，
是警戒让犯罪的人能够认罪悔改，回转向上帝，与神和好。相信耶稣他充满了怜悯、爱、理解和关怀，没有任何瘟疫，也没有任何受造物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就像他对病了38年的瘫子一样，耶稣在他的人性中，因为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曾经也有人性的时候，能够认同人类的痛苦。耶稣在他的谦卑中可以倾听，他不批判人所说的借口。耶稣乐意给人机会，不要再犯罪。我们的生命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相信神愿意更新每一个愿意接受他、愿意到他面前来的人。耶稣乐意帮助我们，他永远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医治。这时候我们齐心的一起来祷告，恳求主帮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让褥子成为我们的拦阻。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恳求主在这艰难的时刻，让我们勇敢地为神起来行走，站在神和人的破口处，为这个世代守望，抓住机会传天国福音，依靠主带领我们得胜一起。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同声来祷告，让我们的主唱献出感谢，谢谢耶稣，耶稣在这个话语来向我们说好，没有向我们呼求，主传来节制这类的主，我们和软弱，但神却给我们知道耶稣领领我们爱，一切罪，谢谢你们，主啊，你们更要为神的行走在这个世上，看见这个需要欢迎鼓励，这样的机会，使更多人来相信。我们更要依靠你，让你帮助我们能够胜过目前的情况，目前的疫情。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再看一下，非洲在这场大流行的疫情中，落后欧洲好几个星期爆发。我们看颜色的分布，我们就知道非洲的疫情比起其他的国家算多哈。那辛巴威到昨天截止只有24人确诊，但是病毒传染的力量真的很大，人传人的速度真的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再加上他们的医疗缺乏，恐怕死亡的人数就会更多、更严重。所以我们一起来为他们、为这个辛巴威国家来代祷。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为辛巴威疫情代求，恳求主差天使赐为安营，保护他们，保守人民免受看病毒的侵害，是智慧使辛巴威政府有防堵病菌的措施和能力，经历神的真实和同在。我们一起来开声祷告。谢谢耶
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我们再把时间交给会长。好，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站立唱这首《金和银我都没有》。上帝是爱，让我们起来吧，心中充满爱。耶稣是和平君王，让我们拿起路子，在我们中间实现和平吧。上帝把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我们与上帝和好，让我们走向和解吧，让我们走向新的生活，和解的生活。接下来，我们欢迎妇女的灵鼓舞。我
的生活。好，这是世界公保日的一个目标。好，接下来我们的周报看一下我们的周报，我们要报告一下我们的周报。好，我们看一下事工报告第2点我们的事工下个礼拜的事工，下周的主日侍奉是和堂，然后讲道者是高月兰师母，司礼者是张莲花提花，示献者是林清满子是跟詹静晴子是，招待是何美姿姐妹，那敬拜赞美是信望爱主，诗情是陈宇珍子是，投影是高怡华姐妹。音控是陈志贤弟兄，执修的长老是陈恩义长老。那我们再来看儿主主日学的侍奉。下礼拜因为是和堂，所以我们的儿主是要在1楼，要在那边我们没有安排那个儿主的那个老师，所以我们和堂，所以我们都在1楼。好，那接下来是跟团契的聚会，然后是收敛团契的话，是关怀探访关怀，主日会后安排聚会探访，然后看妇女，我们下礼拜是先暂停，然后我们妇女可能就是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我们聚会会是隔周的进行，就是看疫情，我们没有每周，我们就是隔1周会有聚会，然后隔1周会休息，然后就是尽量我们不要密集的，就是聚会这样，然后看疫情如果稳定的话，我们再来安排2个周的聚会。那耶利米的话是牧师带，然后要读圣经，是吗？列王纪上。列王纪上，回去耶利米可能要回去就是准备一下，就自己读列王纪上吗？有没有章节？18章。18章，那就是耶利米团契麻烦就是你们就是聚会之前先把列王纪上18章，列王纪上18章的那一章，然后先做一个自己在家里读，然后牧师可能就在礼拜6就要分享。那下面是家庭礼拜，家庭礼拜的话，就是因为实施新冠肺炎疫情拜访，所以我们的聚会家庭礼拜的聚会会暂停到4月30号，然后4月24号的祈祷会，是礼拜5的祈祷会，主理是牧师，主要是牧师，那以上是陈安怡姐妹。如果说4月份周3的家庭安排，如果有需要的家庭，需要做一个家庭的拜访，那还是可以就是邀请我们张出来做一个邀请，那我们还是欢迎大家就是被告知我们。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奉献报告。奉献报告的话，我们的金额是错的应该是71055块，71055，不是8，7万。好，这个统计是错误的，那你再看一下名单，看有没有什么漏掉的，或者是有错误的，再跟我们办公室反映一下，就跟找我来反映一下。好，我们翻开后面，教会消息，欢迎主内弟兄姐妹参与今天的礼拜。欢迎我们第一次来的姐妹、夫妻姐妹，然后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没有好，没有吗？看一下左边右边，没有，感谢主，我们掌声欢迎
节制招待处索取，那鼓励兄弟姐妹能够读经运动，读好话读好，说好话，然后做好话，做好话，说好话做好话。好，今日聚会结束之后呢，很重要本会要举行这个圣经大会考，联考吗？圣经大会考，请大家一同参与然后把我们那个什么这几个礼拜或者这几个月努力读经的成果，能够在这个时候我们来考验一下考验一下我们自己。然后当然不是成绩不是很高，我们是考验一下我们到底能够就是专心读神的话语。等一下会后的时候，我们会举行一个圣经大会考，会有精美小礼物是吗？是吗？有吗？有好，那第三个，第二个还是第三个？牧师刘阿春牧师4月23号周四，与中委会同工前往赴张天成牧师的祠上，要安慰毕瑶师母家人，请为受伤期间的民俗人蒙圣灵的安慰，然后神的保守，然后继续为他们祷告。然后毕瑶牧师告别礼拜定于4月25号，这个礼拜六上午9点，在3美教会办理。下一个是本会因应武汉肺炎的相关措施第一个会友到教会的时候要佩戴口罩，并请所有会友参与聚会、礼拜团契时务必全程戴口罩，并遵守身高1.5公尺以上的距离。第二个是主日参与礼拜时期入口处接受量耳温，然后并用手机消毒手部，然后勤洗手，保持清洁和卫生。如果说有发烧37.5度，通常就是要回家休息，然后避免感染。然后也可以透过直播现在有直播我们可以用直播的方式来参与礼拜。然后第三个是防疫期间问候的时候要用拱手代替握手。第四个，各团契聚会请视疫情的状况做调整。若会有本人或者家族成员近日有国外的旅游，然后返国居家检疫14天内有发烧或者是类流感之类的不适症，那入境的时候要主动告知检疫人员，然后佩戴口罩，然后就是看医生。其实如果说没有症状，我们还是要只管14天。如果出现任何的疑似的状况要打电话给防疫专线1922，然后还是一样要戴口罩，戴口罩就医。好，我们肢体消息，第一个，请为年长者、肢体软弱者，为遇到困境、患难的家庭提供代祷，求主坚固信心和力量，胜过难处。现在目前住院的有苏建龙弟兄、有金虎弟兄，然后休养的有周月小姐妹，然后张文昌弟兄，李妹姐妹，许清宝姐妹，郑丰荣弟兄，王美妹姐妹，林素云，胡秋花，曾娇妹，范木贵，朱美妹，孙锦福，肖正基，朱楚金宝，林阿张，林秋美，方美仪，苏瑞。好，以上希望在你的祷告中能够纪念这些身体在修养的这些弟兄姐妹。好，本周的经文是，来我们一起来念。就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约翰福音第5章第6节。你跟你旁边的说：“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阿门。好，
我们善用这个手边的这个奉献袋。好，那今年介绍一下，今年我们世界公保日这个奉献的对象是，我看一下那个奉献的对象，那个 PPT。看到吗？世界公保日。看到这个字很小哦，看不到。好，我们看到第一张这个就是太远了，看不到。好，这是今年我们今年介绍这个祷告的对象，是派驻北海道教区，就是这是日本唯一的一个原住民他叫爱奴族，爱奴民族，和宣教David 全云才牧师，还有伦敦的东门，然后及学生工作的陈玉芬牧师，然后让我们带着祷告的心来看他们的施工介绍。这一章，第一章是今年世界公保日奉献的对象。第一位是在英国伦敦光眼团契的学生工作的陈玉芬牧师。这个团契是2008年开始筹备，2009年的1月第一次聚会右下方是宣教师陈玉芬牧师就任的礼拜。然后第二章这个是伦敦光眼团契主要师傅是来自台湾和讲华语的学生，然后左下方是光眼团契的大合照，然后右边是英国伦敦的根本教会。第三个是团契主要是崇拜和查经，也出刊那个刊物出版刊物。然后左边这个是团契聚会的情形，那右边是光眼团契的期刊。那第四章这章是每一年他们会举办基督教节庆礼拜和台湾年节庆祝活动，然后中间会有小组的查经、网络的祷告会，然后参加礼拜日都会参加他们这个英国改宗教会共同的服事。下一张，这是他们2020年新任同工的选举。下一张是伦敦光眼团契的学生事工，需要大家的参与，希望光眼团契成为在英国留学生的祝福。然后第7章这个是需要大家一起代祷的部分。以上第一个要为陈玉芬牧师及今年度的同工，依靠神彼此劝勉及爱护。第二个是为上半年度的活动还有他们的经费的资源要充足。第三个是英国脱欧政策不再成为社会分裂的问题，化解冲突与对立。第四个为他们代祷的是为家庭成员平安健康。第5个，在今年新的一年，我们的教会要走出面临关闭的问题危机，他们的团契要关闭，然后求主帮助我们警醒跟随主的脚步。然后第8章，这个是这2位是在日本基督教团北海教区的全云彩牧师，然后是伊罗嘎拉比布是一句爱奴族，这是他们的语言这是一句爱奴族的问候语，你好。那它原本的意思是请我轻轻触摸你心深处，而这一句话已经成为北海道的问候语。然后下面这是雪云彩牧师的爱奴族的朋友组成的一个乐团，然后他们的音乐有受到大众的肯定。下面是音乐团。好，第9章，雪云彩牧师在北海
主要协助北海道教区吴牧师的教会的主日礼拜的讲道服事，并参与老人之家的晨间礼拜的主礼。这是每个礼拜四的晚上参与代广式的客服，与当地同工一起协助爱农族民组织学童课业辅导，好像我们这个社区协助那个课业那个小朋友附近的邻居的朋友这个课服，他们也是做这种也是有在做这种施工然后下一张是，虽然大部分所接触的爱农族朋友并不是基督徒，但是全因财牧师参与并协助他们社区运动等各样的机会，让爱农族的朋友知道教会也认同并支持他们的活动。好，下一张。近年来从台湾来到北海道访问的教会团体有很多，那透过上帝的带领与在地的日本教会的协助，顺利完成每一次的访问的行程表。需要大家一起带导的部分就是第一个为爱农民族宣教事工祷告，第二个为日本教会祷告。日本教会真的很少我们应该都有去日本都看不到教会都是他们很多神社很多那个就是小寺庙这样，所以要为他们对那个宣教的工作祷告，因为真的很不容易在日本宣教真的很不容易。然后我们用行动来关心，然后支持爱农民族宣教事工。然后第三个为北海道就北海教会教区在各样的宣教的事上有神益人。以上。我们奉献，我们唱奉献歌。
一定都奉献三个单，好吗？把多人养一个单路是嘛？这兄弟我们怎么带嘛？那来哪样我们是嘛？那来妈妈爸爸跟过三个单路嘛？他们都是用诚实的心来奉献，好吗？不是跟他爱都比奉献多一点点，不把爱打给他怎么嘛？感谢你讲，感谢他的过也是好多。继续站立。让我们与心发威，全国及全世界共同感谢上帝，让我们起来在耶稣无条件的爱中行走。我们一起说：从世界的角落，在我们所属的地方，我们起来行走。我们祈求你祝福我们，赐下生命的保护，求赐给我们充足的雨水、肥沃的土壤、丰盛的果作物，供应我们生活所需。以此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说：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好管家。我们为不得不迁移其他国家的弟兄姐妹感到难过。我们恳求你保护他们，并赐给他们健康的身体。我们一起说：帮助我们学会彼此相爱。我们为全世界生活在家庭和国家暴力统治中的社区和妇女代求。我们一起说：赐给我们智慧和恩典，成为你的领导者。我们感谢辛巴威世界公祷日委员会勇敢和勤奋的先驱女性，她们教导社区祷告、爱和宽恕。我们一起说：愿我们在社区中继续做一个勇敢的女性。让我们在我们以主的祈祷文一起祷告。我们一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公认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我们颂咏。进入到很族去的工作，所以在这柔软这种心智，去神大大的透过自己的仆人分享耶稣去怜悯大好消息，跟这个上帝所知道什么的救主，同时主也赐福给我们，帮助我们在更多的实践与真理这件事情上面，让我们去改变我们心意识的这样一个感动。愿意除了用祷告来帮助之外，也帮助我们继续用金钱各样的方法来赐福、帮助西巴威、英国敦以及这个传道教区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比如上帝的慈爱、圣灵感动，常与众姐妹同在，从今时到永远。再次我就感恩的心以及谢谢的这样的一个心智，谢谢我今天早晨、上午为团契带来为我们介绍这个国家辛巴威的这个礼拜的程序，我觉得非常不容易。辛巴威事实上我们都不认识，对不对？要请会刚才我们这个会长、这个会长、介绍这个国家，他在非洲里的区域。是，它只叫内陆吗？它在南非的左上方，接近就是整个非洲的东南方的国家靠海它附近还有苏丹、尼日这些非洲东河的国家，非常的辛苦。我们国家其实常常跟这种教会有跟西方有很多的接触，那在这地方做了很多的工作。随不前我们也在这地方设立很好的这些服务的项目，协助当地的政府跟百姓，我觉得很有帮助。我们看到他们非常辛苦，对不对？你知道吗？他们最辛苦的地方，比起我们来说真的幸福太多。有时候非常穷困。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是属于主流社会的这个环境当中，比较富裕的一个民族，可是比起西方来说，他们逐渐的辛苦的，就是常常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形式。所以我们要再次请我们的会团站起来，好吗？接受我们的感谢，以及他们在这个当中的改善，跟他们非常辛苦，对上帝经过的改善。接下来请问还有什么团契需要补充报告？主姐这边有一点报告因为下个礼拜是课堂，是亲子讲座，加州有小朋友的，我们就带着我的小朋友在主堂这边一起来做礼拜。主姐那天楼上暂停，所以我们让我们的小朋友一起跟我们一起在主堂这里一起来敬拜，让他们学习。因为那天的课程刚好是亲子讲座，我希望你们可以带你的小朋友坐在旁边，让他们一方面也可以学习，那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灵力上面也可以增长这样。所以楼上下个礼拜楼上和主暂停，全部都在楼下以上报告，谢谢。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这边一点这个工商服务我们那个青学队1年1度的这个短期的聘用人员的报名表你的妈妈呀，不带妈妈过，还是自己可以做可以来跟我拿这个报名表它的条件中高年龄45岁到65岁差不多65岁你不用了然后再来心身障碍者所以你要报名表如果不够办公室可以决定还有具有原住民的身份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有工作能力再来就是长期失业的还有2度就业妇女家暴被害人更生爱保护人
这些条件都可以来报名哈。它是1年1次验并哦。如果你在这1年当中表现很好，哦，还可以继续使用。我们清洁队、风保局清洁队也有每年都在招考，你也可以利用那个时间在我们的环境当中熟悉，然后就可以考试当然就学科跟术科术科展扛那个沙包你跑得越快越有机会，跑得越慢就没有机会。好，以上报告完毕。好，要的人跟我一样，谢谢。不好意思，护士这边补充报告一下，我们请现在是把这个物件然后提供来好吗？有希望那个报告这件事情好了，接下来就把报告。你看这有一个东部小会长部分比较塞他们来就是你这边还要不过你在kita奉献香在大家kalau kita kembali kembali umat ini Taiwan kata lagi kita sedekah harap tidak tu matalawai kami juga kami sambut oleh hai mereka sedekah pada mereka kepada masyarakat agar betul itu tahu agar betul itu patut itu boleh hai kata patut itu okey atau frekuensi perasaan kemudian kalau sesuai九龙路成功教会的国际发展你上海上刚刚你贡献的给他们这个马云的贡献这个就是一个多路小会很大sekarang dia makin bayar hak lahau kalau saya dibayar hak lahau sekarang tusan atau kian anu kira lima minggu hari yang terakhir di 办公室里的给查案我们的小会跟展会在上一回的会议当中做这样一个议决，就是因为因应武汉疫情的新冠肺炎的疫情的这个措施，所以有一些弟兄因为家人的缘故，所以有部分也是因为距离的缘故，所以不方便前来我们教会来参与我们的主日的崇拜，所以他们也很想贡献，就是说我们什么弟兄也想愿意来贡献，所以只是因为疫情的缘故，他们无法来到教会来聚办。那小会秉持着这个我们对我们上面的信仰，我们都以为第一个我们的敬拜应该是不停止我们的奉献应该不停止，我们的关怀也不停止那我们的祷告也不停止，所以这祷告也不停止，我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很有说过，这个东西奉献箱是台东东美中会成功教会的一位长老郭金华长老，这长老是谁？小安利老师，林杰长老的岳父他愿意为我们教会来制作这个奉献箱，感谢之外，那什么时候可以来到这样的奉献？我们预觉得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礼拜六的下午2点钟，一直到礼拜天的下午主日下午2点钟为止。如果您愿意，我们15家的这位弟兄，如果可以在这个时间的话，可以来教会来互相奉献的动作。那平日的时候就放在办公室，也许将来我们也会去在遇到特别的节日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奉献拿到台前来，用比较特殊的方式来做一个献心献祭的这样一个动作。来成为我们向上帝的敬拜，所以这个物件，奉献箱的物件，就成为我们可以向上帝献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在这个地方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谢谢。你来好好，Allah tu hawa pun ya tuhan，你来唱平安颂，向左向右。对面的主弟兄要口开眼笑。
kasih tu antara curau. Kuatan mo antara cuan na ito. Ano mabuki ko ma ko